我荆棘，你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指谁呢？耶和华是我不足，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你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每天陪伴在我们的身旁，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面对生活充满勇气。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们一起重再来唱一次。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
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渴望只在乎你，我的渴望只在乎你。是耶稣，你在我身后，当我回头看，你爱不放手，让我心沉浸在你怀中，你的爱何等的温柔，你良善终于找到我。是谁擦干我眼泪？是谁看见我伤悲？在黑暗中有人呼唤我，我心深处开始跳动。是谁擦干我眼泪？是谁看见我伤悲？在黑暗中有人呼唤我，我心深处开始跳动。是耶稣，你在我身后，当我回头看，你爱不放手，让我心沉浸在你怀中，你的爱何等的温柔，你良善终于找到我。是耶稣，你在我身后，当我回头看，你爱不放手，让我心沉浸在你怀中，你的爱何等的温柔，你良善终于找到我。是耶稣，你在我身后，当我回头看，你爱不放手，让我心沉浸在你怀中，你的爱何等的温柔，你良善终于找到我。感谢上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上帝，你永远在我们的身后，在每个疲惫委屈的时候，你总是能透过各种形式提醒我，我们并不孤单。在失落的时候，我们转向你；在顺心喜乐的时候，你也与我们同乐。我愿带领更多人来跟随你，亲近你。求你的话语引领我们内心平安。我们即将开始今天的聚会，求主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依旧站立，请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我们一起来奉献，准备性奉献。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献上感谢在你面前。我们每次思想，主你是何等的爱我们。当我们早晨起床，当我们睁开眼睛，就看见你的神迹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蒙得你的祝福，蒙得你疼爱的孩子。在安息日的今天，你又催逼我们到教会来敬拜你。主，我们带着虔诚的心到教会来的时候，主你必赐灵在我们身上，开启我们的心，明白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你智慧的言语。亲爱的父神，我们将自己摆上，也求你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是在工作还是在读书，主你都看重，也让我们在各个场合当中都有你的同在来表现我们自己，让我们蒙得上司、老师、同学还有同事们的喜悦，也让我们在这当中来见证主你的名。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主你都看顾。主，我们也奉献金钱在主你的面前，主你圣化它，让这些金钱成为教会有力的利用。谢谢主看顾，谢谢主带领。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来报告教会的事工，请我们来注意。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真理大学校牧蔡维明牧师。蔡维明牧师，我们请站起来，大家掌声鼓励接受。愿主兼顾蔡牧师在学校在任何地方所做的工。第二，周报里有登，我们为符合各支法的规范，凡来教会参加各种聚会的，我们都到1楼签署那个个人资料提供告知兼同意书。同意书收集好之后呢，我们会妥善保存，请大家配合，放心。那牧师呢，从7月8号到18号有排年度休假，我们请为牧师们来祷告。7月15号就是明天下午4点，教会会消毒。16号就是星期二，教会不会开放。还有，请各团契的会计整理上半年财务收支单据跟账册。于7月14号，就是今天最后一天哦，我们将资料交给干事，要转给查账人员来查账。那5月份的财报表已公布在那个公告栏，我们可以去看。那肢体哀伤的消息，林双耀弟兄，我想我们都知道是教会的年长者，他的长子林文华，于7月8号安息主怀，我们一起代祷，然后求主安慰他的家人。那奉献的部分呢，请我们自己来看，有错误的我们可以提出来订正。以上报告。好，我们来看一下，牧师今天要用列王纪上19章9到21节来勉励。我们来看列王纪上19章9到21节。今天的经文比较长，那请我们只是来听我来念。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在洞中过夜。看那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追杀我。”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耶和华面前。看哪，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耶和华面前有烈风大作，山崩石裂，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以后有轻微细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脸，出来站在洞口。听啊，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人，他们还要追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去吧，从原路回去，往大马士革的旷野去。到了那里，你要膏哈歇做亚兰王，又膏临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膏亚伯米何拉人约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逃过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逃过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亲吻巴力的。”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他正在耕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经过他，把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请你让我先与父母亲吻别，然后我就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因我对你所做的事，你去吧，然后回来。”以利沙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百姓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读经到这里，凡听神的话，都蒙神的祝福。今天蔡牧师将以这个经节来分享，并他的题目是“让故事生生不息”。让故事生生不息。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的丽娟长老为我们读的圣经节，它的主人翁叫做以利亚。我相信以利亚这个名字大家应该都挺熟的，对不对？如果说在圣经旧约圣经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先知，或者是说他的故事可以被化作动画的，应该就是像以利亚啊。然后呢，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传统里面，只要讲到先知的典范，应该就是以利亚。你看，在新约，耶稣有一次在黑门山变貌，有没有印象这个故事？在黑门山变貌，有2个人就站在他身边，哪2个？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对吧？然后呢，那个耶稣在问他的学生说：“你们说我是谁？”哎，众人说我是谁？所以就有学生说：“啊，他们说你是以利亚。”就代表耶稣是先知的典范啊。无论如何，以利亚在整个以色列的传统里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那以利亚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列王纪上的第17章开始，他就记载了。以利亚跑去跟亚哈王，他去跟他呛声，说：“因为你做的坏事，所以我不祷告了。我不祷告，上帝就不下雨了。所以有3年半不会下雨。”那讲完之后，他就非常的，不算中二病啊，他就跑去躲起来了。然后上帝说：“你去，在一个溪边，基利溪旁边会有乌鸦叼着东西给你吃，然后呢，你喝里面的水。结果水不久之后，因为没有下雨嘛，大旱，所以没有水了。来，你到了撒勒法城去投靠一位寡妇，所以他就到那个城里面去。然后呢，上帝给他一个能力，就是你在这个寡妇里面，这个家里面，他的油不会减少，他的面粉也不会减少。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医治了寡妇的儿子。3年之后，就到了第18章了。第18章，那个列王纪18章，上帝的话临到以利亚说：“这样 OK 了，时间差不多了，3年多了，该下雨了。那你去找那个亚哈王，说我们来做一个打赌。”所以以利亚就跑去找亚哈王说：“今天我们到哈密山，你让你的先知们，那些巴力先知们，唱歌跳舞，唱卡拉 OK， 然后呢，看他们神会不会来烧祭物。那我呢，向我的神祷告。如果说谁的祭物被烧了，那他就是真的神啊。那结果谁赢了？圣经记载一定是上帝赢嘛，对不对？所以天火就降下来，把他的那个祭物都烧尽了。然后呢，以利亚就组织了人民，用刀把那450位巴力先知全杀了。然后上帝就下大雨，下大雨之后，以利亚就回到那个亚哈王就回到皇宫去，对不起，回到皇宫去。然后那个以利亚因为有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所以他竟然跑得比马车还快。可以想象吗？一个人跑步跑得比马车还快，比他更早进入到城里面去。亚哈王因为怕老婆，而且他老婆带来的400多位先知全被杀掉了，所以他就跟他老婆讲说：“你看，都是以利亚做的，那个跟我无关，不是我没有保护好，是以利亚做的。他没有说那是上帝的神迹，都是以利亚杀的。所以皇后耶喜别就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不让你的命跟这些先知一样，愿神重重降罚于我。意思是说，拿不得你死，拿不挂戏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当然，一个人怎么去跟国家机器来对抗呢？所以以利亚就要跑他最喜欢逃跑了，对不对？他就往南逃跑，跑了150公里之后累了之后，他就在那个河边睡着了，然后很累，所以他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抱怨上帝说：“神啊，我的能力没有像我列祖那么好，求你杀了我吧，把我的性命取走吧，我没有像我列祖那么厉害。”结果上帝差遣使者说：“吃，因为他一睁开，哇，BBQ， 不过上面没有烤肉，是剥开的饼，然后呢一盘水。那2天吃了2天，休息2天之后，继续跑路，所以一跑到了何烈山，就是上帝的山，也就是之前我们跟各位科普一下，西乃山是一座山，西乃山属何烈山脉的一支。所以有人说上帝的山是何烈山，有人说是上帝的山是西乃山，都对。西乃山是何烈山其中的一座山，那个何烈山是山脉，他就躲到那个何烈山去，躲到洞里面去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所了解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很成功，从第17章开始，刚刚蔡牧师跟各位分享他的故事，他一向很成功，他叫天3年半不下雨就不下雨了，上帝就真的不下雨了，叫那个寡妇他的油跟面粉不短缺，又让他的儿子复活。那他一个人在加密山跟450个先知斗法，还赢了，又组织人民把那些先知给杀了。下大雨他就跑，而且可以在大雨里面跑得比亚哈王的马车更快。所有这些重大的表现都是轰轰烈烈的，对吧？好像意思就是我只要倚靠上帝，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是上帝的先知，所以上帝一定会让我赢。所以从第17章、18章，19章还没有，到17、18章，以利亚
成功，都是成功的，非常有成就，成功惯了，所以他不能接纳失败。当他还记不记得刚刚牧师说，当他往南逃跑的时候，跑了一天，停下来，神啊，把我的命拿去吧，我没有比我的列祖更有能力。在抱怨，我们待会还会听他另外一个抱怨，他成功惯了，习惯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失败。各位，当神使用一个人，特别把应许降到他身上，让他的服事有成就的时候，有时候人往往会因为以为会误认为这就是我的能力，上帝那个帮了我，上帝赐福我，所以我就会成功，会高估自己，把神的大能当成是自己的成就。所以有时候当神允许困难临到，有时候我们问一下，这是立文，今天的那个主理是佩文，佩玉，好，佩玉，我们在带诗班带那个敬拜赞美团的时候，会每一次都非常的顺利吗？我们在找诗歌的时候，会每一次都马上找得到，找到最适当的诗歌吗？不会。我们在做神的事工，但是我是在做那个敬拜赞美哦，我是在做教会的事工哦，但是不代表我在做教会事工就一定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上帝要保守我。我们在做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这时候就是要让我们的本质被逼出来，在这个环境里面被逼出来，我其实是软弱的。各位，我们信基督，我们在信仰里面很久了，耶和华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理所当然的上帝。人类合理的思维，注意哦，合理思维跟神无关。上帝的能力不会被，上帝的能力不会被人的理性思维跟价值观给绑架。事实上，在整个圣经的历史里面，一直在打脸那个所谓的理所当然的上帝。上帝是赏善罚恶的上帝，没有这回事，对不对？你们去看整个旧约的历史到新约的历史，上帝的形式、上帝的计划，有时候跟人类赏善罚恶的伦理思维无关。也因此，我刚刚讲过，我们在做教会的事工，我们在做团契的事工，我们在做所谓的社区宣教的事工的时候，不能够认为上帝的理所当然一定要帮助我，你理所当然一定要让我成功。我今天做的是好事，所以上帝你理所当然要让我可以成功。我今天是为了要这个做宣教，所以上帝你理所当然要赐福我。没有这回事，上帝的主权不被人类简单的逻辑给绑架，这是第一个牧师要跟各位分享的。好，当那个以利亚躲到了山洞里面，在那个那个河烈山脉里面的一个洞穴的时候，他经历到什么异象？刚刚丽娟长老、丽娟妈妈帮我们念的，那个异象有大风，对不对？有大地震，有大火。各位，自然界的变动，在古代的人认为，自然界的变动，包括这个所谓大风、地震、洪水、大火，都是神的启示跟审判。所以这个神的位格越强，这个神的能力越大，这个动静就怎么样？越大。所以当这个以利亚听到洞外这么大的声响，这么大的动静的时候，上帝来了！上帝一定在这些大动作这边来。各位，我特别要跟各位再科普一下，以色列人近东的以色列人，古代以色列人，他们在称呼耶和华，常常会前面加一句什么？万什么的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代表什么？耶和华这个名字，上帝有很多名字哦。伊罗星 ，Elohim， 伊罗星这个名字，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耶和华这个字，它的原理意思是战神，懂吗？战神。所以换句话说，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因为他会带领人征战，所以他叫万军
之耶和华。以色列人认为上帝会用什么方式帮助以色列人打胜仗？透过自然灾害。所以大水，所以大地震、大地裂开、大火，所以这个是上帝带领以色列人战胜的这些自然的灾害。所以以利亚他是传统以色列人嘛，所以他自然也会认为上帝会透过这些大自然的意象来呈现他自己。但事实上，上帝有没有在风中？没有。上帝有没有在地震？有没有在火中？没有。上帝透过很微小的声音自我显现。多微小？在翻译本翻译成什么？粉尘、灰尘落地的声音，就好像那个《延禧攻略》嘛，《延禧攻略》最后面那个诗歌，那个歌叫什么？啊，听雪落下的声音，对吧？雪落的声音，有这种声音吗？听有吗？没有啦。它形容极其微小的声音，就好像杜甫诗他的那个诗做的“润物细无声”。好，这个声音讲了什么话？以利亚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在这里做什么？有人说，人在什么时候才听得到上帝的声音？或者说有人说，上帝只有在人那个困难的时候，在人最脆弱的时候才会显现，对吧？其实不是，是上帝无时不刻都在跟我们说话，但只有当你脆弱的时候才听得见。好，我们今天要看银河，我们现在看流星雨好了。啊，我最喜欢看双子座流星雨。好，流星雨，请问我们在长安东路、中山北路口看得到吗？看得到吗？请问我们在信义区看得到流星雨吗？我们得到哪里去看？我们可能要到阳明山去看，而且你到阳明山山腰还看不到，你得到擎天岗。你得到绢丝瀑布啊，不行，绢丝瀑布上面都是树，你看不到。哦，到擎天岗才看得到，或者你必须到四象山那边才看得到，就是没有光害阻拦你的地方，你才看得到这些我想看到的这个流星雨。OK， 耶和华问以利亚2次，以利亚，你在冲啥？英文 ，What are you doing here？你在这里干什么？好，各位，假设注意哦，我们常常要带入我们的身份到圣经里面的人哦。我们假设我是以利亚，我现在被追得很惨，很气哦，一肚子火那个鬼不到会哈，然后呢就躲到山洞里面去，然后呢上帝还问我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会不会一股脑的火要喷出来？万军之耶和华啊！我为你的事情大发热心。而你的百姓撕毁你的约，拆毁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如今还要效寻我的生命，追寻我的生命。我相信他第一次一定是这样子，一定是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生气。那这时候上帝才让外面开始有大风，有没有？他原来是在山洞里面，他听到上帝的声音，外面有大异象，然后他跑出来。第2次，神再次问：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刚刚讲过，当以利亚成功太久，所以上帝让他遭遇挫折，让他知道原来他是软弱的，他的成功不是他自己的成功，是上帝的计划，上帝让他成功了。所以他第2次，上帝上帝跟耶稣常常喜欢做这个事情，他一句话问3次。彼得，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到第3次的时候，彼得就忧愁了，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彼得，你爱我吗？然后最后，你牧养我的羊。哦，上帝在圣经里面常常记载这样子的方式。好，第2次，当这个耶和华问以利亚的时候，以利亚应该感受到了，原来今天这些事情的发生，都是上帝在他的旨意底下为我所做的。所以他第2次应该是这样回答：
万军之耶和华，我为了你的事情大发热心。你的百姓撕毁你的约，拆毁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而如今还要追索我的命啊！各位，我刚刚讲过，以利亚他一开始忘记了他本身，他本身就是上帝的工具。他回答一直强调我为出发点，他忘记了自己是上帝差派的一个仆人而已。所以如果失败，不是他的问题，是上帝的计划；如果成功，也不是他的功劳，也是上帝的荣耀。自己只不过是神的器皿，身为器皿，他就要有器皿的自觉，不要把成败看成是自己的，只要忠心来完成上帝的工作就可以了。当上帝问完了之后，马上交给他3个任务。3个任务，第一个，先找到接班人。对不起，顺序错了。先高立亚兰王，你到大马色，去高立亚兰王，然后呢，再去高立以色列王。所以你要高立哈薛作为亚兰王，然后高立耶户作为以色列王，然后再去找以利沙来接续你的工作。几件事。属立，对不对？3件事，但是在以利亚有生之年，他只完成什么？他只完成1件，哪一件？第3件，也就是高立以利沙，就是我们今天圣经那个丽娟长老为我们念圣经最后一段，他遇到了以利沙正在赶牛，后来大家都开始吃牛肉面，对不对？因为他把牛宰了，用那个牛轭去煮牛肉给大家吃。然后来跟随以利亚。那其他2件事呢？谁做的？这2件事到最后都完成了，但谁做的呢？高利哈薛王是以利沙做的，因为那个亚兰王原来叫便哈达，他生了重病，然后他想起了，以利沙听说很会治病，赶快找他的军长叫做哈薛去问一下。去问那个以利沙说我的病什么时候会好？结果以利沙好死不死跟他讲说，你将要接替便哈达成为亚兰王。信来就飘了，对不对？所以回去之后，不小心就故意的把便哈达给闷死了，用枕头把他给闷死了，他就即位成为亚兰王。那至于那个以色列王呢？那以利沙差遣，圣经里面在那个列王记下第9章。第6节，第6节没错吧？对，那个以利沙差遣一个少年人去高立耶户做以色列王。这个他的派少年人，就是派他的学生。请问，在这3件事里面，以利亚做1件，以利沙做1件。那以利沙是以利亚的谁？学生。那个少年人，以利沙差遣少年人去高立耶户，那个学生，那个少年人就等于是以利沙的学生，几代？3代。你们会想说，哎呀，这个以利沙烂，上帝叫他做3件事，他做1件啊，这么简单的3件事，你要花3代人才做，差劲。以利沙真的差劲吗？他不得到上帝的喜悦吗？各位，你们还记不记得以利沙最后的结局？以利亚最后的结局是什么？还记不记得？以利亚最后的结局是，他跟以利沙步行到约旦河之后，以利亚拿衣服打水，啪，打水，河分开，他们2个过了河之后，上帝差遣火车火马载他上天，他没有死掉哟。他直接被上帝接到天上去了哟，然后他的这个外套就掉到地上去，以利沙把外套捡起来，过河打水，水分开，代表什么？他继承了以利亚的能力跟使命，还记不记得？各位都喜欢看新约，不喜欢看旧约哈。所以，如果上帝不喜悦以利亚，如果以利亚所做的事情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他如何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待遇？坐火车火马上天的，我也想坐啊，对不对？
我希望我以后老的时候，我现在有点老了哈，我以后在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我可以坐火车火马上天，或者是坐那个高铁到天上去都没问题。所以代表什么？代表上帝要以利亚，你当下要做完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传承你的信仰，传承你的工作。上帝的旨意，他讲下去之后，这个旨意往往必须跨越时空，往往需要许多人，甚至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看得到效用。如果说以利亚没有完成，那为什么会有火战车、火马接以利亚升天？这代表上帝喜悦以利亚，认同他的工作，认为他有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上帝原本就没有要以利亚一次性的完成，注意哦，上帝原本就没有要以利亚一次完成所有的工作，他要做的不过是完成属灵的传承，把先知的棒子交到以利沙，让下一代来进行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教会有很多事要做，我相信知梅牧师、义杰牧师刚到我们建成来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想法要做，但是像我之前在真理大学，不是，我现在也还在真理大学。我在真理大学担任副校长、担任校长的时候，我有好多事想做，但是我知道不在我这一任，不在我的手下可以把这些事情完成，我可能必须把时间拉长到10年、20年。我要给的是什么？意向。OK， 我要给的是什么？我要给的是大家同意该这么做。意向，教会也是需要意向。我只需要把这个意向传承下去，然后呢，培养这些年轻人，就像你们在座人一样，一起来完成意向，把建成教会的故事不断的说下去。那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上帝在交代任务之后，他同时又对以利亚讲了一句话。在我们的那个圣经里面提到，过去的翻译就是以色列还有好几千，我还为你留了7000人，7,700 没有向巴力跪拜，没有亲吻巴力的脚的。过去是那个牧师们在解释这第18节的时候是这样说：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你不孤单哦，你不是孤军奋战哦，你有7000人做你的后盾哦，对不对？过去的牧师几乎都这样子，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字，这是原来的那个经文哦，留下7000人，哦，我为你留下7000人。但是请记得，每个句子在希伯来文里面，只要句子里面有这个字 "vo"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整个句子的时态全部转换。原来过去完成式变成未来式。原来未来式变成过去式，所以在这个原文里面，他用的原来是过去式没错，但是很多解经家都忘记了前面这个字 "vo" 这个字，所以换句话说，这句话必须以未来式去了解。他不是上帝已经留了7000人，他这句话应该是什么 ？But I will。大家都学过英文，对不对？就算我不喜欢英文，我也学过，对不对 ？I will keep 7,000 in Israel。我将留下7000人。我将留下7000人。哦，我将要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好，特别注意一下7000。7这个字在以色列，它是完全的数字7。所以7灯台啦等等的哈，7它代表的是完全足够的意思。所以这句话是我会在以色列，我将会在以色列里面留下足够的人，足够的人。好，这句话它的意思是什么？神要说什么？神在这里是要告诉、鼓励，他不是安慰了，他要鼓励他的先知。你以为你为我做的工作是没有功用的吗？No， 我告诉你，刚好相反，我要使用你的工作，在以色列人中为我留存足够的渔民，啊，不是抓鱼的 fishman 哈，是足够的
那些人，7000人多不多？其实不多，哦，以我们台北市的这个视野来看，那台北市那个200-300万，对不对？7000人不多，而那时候以色列的人口也跟台北市人差不多哦。当时候的北国以色列也将近200万人，哦，其实这个以色列一直比南国犹大更强，哦，比南国更强，所以7000人在比例上面是不多的，而且很可能是2-3代人的累积，哦，这7000人。注意哦，这7000人不会是7000个以利亚或以利沙，懂吗？哦，这7000个人，这7000个战士出来，我要为上帝做工，没这类代志，没有这回事。这7000人有很多可能是躲在家里面看电视的，躲在家里面瑟瑟发抖的那种人。但是只要他是那个坚守自己的信仰，就在上帝的纪念当中。无论如何，这7000人。他不会是每一个人都是，哦，都像我们的那个敬拜赞美团一样，出来唱歌，出来做服事，没有，他可能就是在家里面。但是呢，只要他坚守信仰，就在上帝的纪念当中。各位，以利亚他认为自己没有成功，哦，但是上帝说：“我要用你的工作，为我留下足够的余命。”我们把这个时间轴往后拉，请问耶稣有没有成功？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只有11个门徒，还有的人不敢在十字架面前，还有一些妇女跟从他，好像没有成功，对不对？保罗，整个这个新约里面最伟大的宣教士保罗，他有没有成功？保罗在那个在当时候，他一开始真的是中流砥柱，因为他原来是拉比，而且他有那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哦，是当时候一开始是不是罗马犹太教的明日之星，但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改宗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在犹太人跟罗马人的眼中就是那种取死作死的边缘人，所以。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后书11章，哦，他在讲他自己的悲惨命运的时候，他说：“我一天到晚，我那段期间，你以为我不惨吗？我很惨呢，我被鞭打5次，每一次40减1下。他们很喜欢这样，40减1下，50减1下。我打5次，每次40减1下。我被棍子劈锤啊，共3盖，被打3次，然后呢，被石头丢1次。我的船沉了3次，我在水里面泡了1天1夜。”还不够惨吗？还有，我有遭受到各种危险，我有山贼、盗贼的危险，我有被同族人逼迫的危险，我有外邦人的危险。然后呢，我常常是没有办法睡，没有办法吃，哦，衣不蔽体。你知道吗？我们都一直以为说，保罗他不是喜欢那个旅行宣教吗？我们以为那个保罗旅行宣教就好像我们坐车从台北坐到新竹，然后下了车之后，然后到教会去，教会已经准备好来讲台，你的宣教完之后来吃个饭，走，我们先去那个地方。我跟你讲，没这类代志。保罗的宣教是被赶着走的。保罗在这个地方可能宣教宣到一半，然后呢，就很多人要冲上来要打他，他必须要逃跑。所以他从这个城市逃到另外一个城市，再从 B 城市逃到 C 城市，他旅行了。但这个旅行不是他所喜爱的旅行，他是这样子的。到最后呢，他在罗马城外被砍头。马偕，我们认为马偕是我们那个北部宣教最重要的开拓者，他成功了吗？的确，马偕建立了30多间教会，他让6000多人受洗，他拔了21000颗牙，好像猴塞雷，对不对？好像很厉害。但是呢，很有人批评说，他没有建立体制，因为长老教会要求你要封牧设立牧师，你必须要有宗会。不是那个马偕在那个严清华跟那个陈清义在受封为牧师的时候没有宗会，被这样批评，所以他没有建立体制，他是破坏体制者。但是呢，我们回过来，耶稣好像没有成功，是不是？在当下，在十字架的那一刹那，他是没成功。但是回过来，今天基督教，包含天主教、基督宗教，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
保罗看起来好累哦，那个保罗好惨，对不对？好像没有成功。不对，今天整个欧洲宣教，整个那个基督教往外扩张，是谁最大的功劳？是保罗。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新约21卷里面，保罗他所写的占了13卷，而那个马偕，他的工作有陈清义，他没完成的工作有吴威廉牧师帮他完成，建立了那个北部四中会。然后呢，他的学生陈清义，他的女婿柯维斯继续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现在整个北部北部的长老教会有15万个信徒，15万的信徒，有3间神学院，包含玉山神学院、台湾神学院跟新竹圣经学院，还有3间大学，真理大学、马偕医学院跟马偕护专。我们建成教会，我相信各位除了那个丽娟长老之外，大家应该对建成教会的历史都不太熟悉，对不对？今天牧师来帮你们复习一下，我们建成教会的历史到今天75年。最早是日治时代的张金波牧师，他建立了下归府町教会。下奎府町啦，哈，上面有个大字，下奎府町教会。下奎府町就是现在的圆环。哦，换句话说，当初建在圆环的下奎府町长老教会，就是我们现在建成教会的前身，啊，前身。然后呢，当日本撤退之后，一些生长在建成区的基督徒，受到了黄六典牧师跟牧师娘他的召集跟鼓励，所以在1949年，也就是民国38年啊，借用了人类之家，啊，应该是有照片啊，没有找到照片，只有这个图片。人类之家，这个人类之家就是当时在1916年有这个日本人道元藤兵卫，这个道元藤兵卫，哦，为了大稻埕地区的穷苦小孩子，来让他们有读书的地方，建立了人类之家，哦，啊，一直到光复时期，1949年，啊，那我们建成教会就利用人类之家，啊的礼堂聚会。那民国38年的时候，有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件应该是36年了，228。所以那个时候很多的军队啊，也驻扎在人类之家。所以请记得，我们是跟军队一起，我们建成教会是跟军队一起使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礼堂啊。所以那个时候军队共用，所以我们的做礼拜是有人在外面扛着枪在那边站哨的哦，全副武装的站哨哦。而且还不止这些，还有其他的单位一起共用这个礼堂，很不方便。所以1951年的5月，就借用了建成英语补习班，来开设主日学，来聚会，开设主日学。1951年的10月，借用租借承德路98号作为礼拜堂。同年的11月，我们成为李春生长老教会的支会，所以正式宣布教会成立。我们建成教会是透过青年团契起家的，所以我们教会的特色就是很有活力。教会从以前就非常有活力，到现在一样哦。所以包括主日学、圣歌队、家庭礼拜、探访，都是由青年团契来协助负责的。经过黄六典牧师跟师母他们的牧养，在1963年建堂完成。后来我们教会经过了林清郎牧师、庄德章牧师，那还有那个木信志牧师，对吧？木信志牧师，还有林罗坤牧师、林立冠牧师，他们2位是夫妻嘛。后来才是我们现在的黄之梅牧师跟林一杰牧师。这些牧师的牧养，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发展。透过儿童营，透过所谓的篮球福音联盟，还有我们的银法的那个服务点，让我们成为在地的祝福。我相信，当张金波牧师一开始要设立下奎府町长老教会的时候，当黄六典牧师夫妇一开始带领那个信徒到人类之家礼堂聚会的时候，
应该没有料到建成教会今日的发展。建成教会最早在全副武装的军队监视下做礼拜。1951到1953年，建成教会那个迁徙了3次，移了3次地方，花了7年才完成新堂的建筑。1964年，部分的长子跟青年还脱离了教会，跑去建立了北门教会，就在附近而已。北门教会是由我们建成教会的部分人去开设的，都好像这些事情，都好像以利亚所面临的困难跟挑战一样。但是，一代一代的过去，透过各位牧师的努力牧养，透过所有长子的团结跟坚持，跟所有的兄姐他的爱与奉献，我们建成教会成为建成4里的祝福。最后14堂星期的课，在天堂遇见5个人，这个作者叫做 Mitch Albom， 他有一句话 ：All endings are also beginnings, but we just don't know it at the time。所有的结束就是开始，只不过当下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而已。黄六点牧师的结束，是林清郎牧师的开始；吕秀霞传道师的结束，是庄清展牧师的开始；庄清展牧师的结束，是庄德章牧师的开始；庄牧师的结束，是穆信志牧师的开始。应该是我那个顺序没有搞错吧？然后林罗坤夫妇牧师夫妇的结束，是黄之梅、林义杰牧师夫妇的开始。夏奎府町礼拜堂的结束，是人类之家礼拜堂的开始；承德路98号的结束，是承德路现在71巷27号礼拜堂的开始。一个时代结束，另外一个时代开始。新的一代，许多过去年轻的长子都已经陆陆续续接起教会的发展。若看到了我们建成教会这4、5代以来，无论是还留在教会，或者是已经外出到其他教会当牧师的、当牧师娘的、当长老、长老娘、当主日学老师的，所影响的人已经超过了7000人，未来还会有更多的7000人被建造，持续被建造。各位，你们知道今年建成教会的那个年纪已经75岁了吧？今年6月24号是我们建成教会75周年。6月24号，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我们有很好的历史跟传统。我也相信，我们非常喜欢听别的教会对我们的肯定跟赞美。我们好像也很喜欢追求轰轰烈烈的那个成功跟启示。但是今天以利亚的故事，我们要记得哦，上帝不是一位理所当然的上帝。我们在建立建成的过程，我们建立建成教会的过程，我们在进行教会的那个延续的过程里面，不是永远一帆风顺，因为上帝从来不是一位理所当然的上帝，他往往在我们忽略不注意的事情上面向我们的启示。建成教会的故事就是上帝旨意的故事，上帝对于我们教会的旨意还在进行。不是1代人、2代人，可能除了你们之外，你们的下一代还要继续承接建成教会的意向。我们还要持续承接这个意向，让未来更多的7000人因着我们的服事受到造就。各位考一下，你们知道《使徒行传》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使徒行传》最后一句话：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在整个《使徒行传》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把耶稣基督的故事、他的事情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各位，请让我们继续说故事，让我们教会的故事生生不息。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承接了过去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先辈对建成教会的建设。也因此，我们能够在这么舒适的、这么美丽的礼拜堂来做礼拜，
能够有这么好的音乐，有这么好的牧师来牧养。所以我们要承续建成教会的传统，承续建成教会的意向，让您的旨意在我们教会里面生生不息。主啊，求你让我们再次思考我们从你那边得到的，也我们在身上必须要负担的。求你让我们不断的透过我们的服事，透过我们的见证，诉说建成教会的故事，让这个教会生生不息。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一来唱回应诗。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引领，常与你们同在，从此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让我们来唱最后一首歌，带着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耶稣永远与你同在呀。哈利路亚，带着喜乐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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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平安回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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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带着恩典回家。哈哈，你是我最爱天父爸爸。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二场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互相交流起来。婉柔可以帮忙 mute 乐器吗？没电了，平板没电。